喂，你睇嗰度係咪 Alex？哇，好似係喎，快啲過去睇下先。哇 ，Alex，唔好喊啦！我哋而家最近研發咗個新產品喎，叫做孤獨治療師，你可以試一下啊！佢可以幫到你去調整自己嘅情緒，了解自己嘅情緒。如果佢都會俾呢一啲建議嚟喎，你要唔要試一下啊？大家好，我哋係 FKYC 孤獨治療師，呢個係我哋嘅產品。咁呢個產品主要含有呢個 AI 鏡頭、一啲 LED 燈同埋一啲裝飾。咁 AI 鏡頭咧就會時時地去檢測使用者嘅一啲情緒狀況啦，之後就會因應情緒狀況對呢個 LED 燈展出一啲不同嘅顏色變換啦。就譬如喺開心同埋唔開心嘅情緒下，佢都有唔同嘅顏色啦，亦都會將佢嘅情緒狀況去時時同步到 App 中。此外 ，App 都會喺因應佢嘅不同情緒會作出統計同埋俾出一啲嘅建議。例如喺開心嘅時候，佢就會俾出一啲鼓勵佢繼續保持正面嘅説話啦。而且喺嗰個情緒不好嘅情況下，佢亦都會有 AI 傾偈同埋一個 Open Up 網站，可以幫助去讓使用者同真人傾偈。而且佢會因應使用者最近嘅情緒、最常出現嘅情緒作出一個統計，幫助使用者明白自己情緒狀況，同埋可以更加關注自己，幫助自己去管理自己嘅情緒。並且 App 中嘅信息，佢哋嘅情緒情況都不會向任何人披露，即係呢個係為咗保護使用者嘅隱私。原來呢個唔會俾人知道。